议会第7届定期会第3读会议程当中，因为华莱雅士基地发展计划得到文化部补助8600多万，加上市府自筹款总共1亿2000多万，刷新通过电付款，嘛引起侪议员关心。其中议员蔡友辉的质疑，干对大兴安地区的观光效益，加上对2018年到今年的补助，加已经开卖3亿3000多万，所以希望市府会当提出参观的计划，带动人潮。即马要搁开一个2300万，拢总3亿6000万，咱市政府出的我袂少，到底底下是拍几张片啦？我若要甲你讨2万3万个人，安尼讨无啥有，安尼足艰苦。啊，投资遐济，毋是讲阮无来啦，到底究竟是拍几张片啦？你嘛讲我批判看。根源报告哈，就讲现在就好，现在就有3个剧组在那边要拍。啊，个无人毋知影讲会当去参观，会当去参观免啦，袂使啦哦。因为现场拍片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啦，加上我们整个有带动观光无啦？你讲我听看卖下嘛。有带动无啦？我想现在了哈，现在还是以拍片为主。那接下来的这些中央补助的预算，台南市还是住伫拢个市内，阮遐拢无住。有啊，新娘嘛。啊，无你嘛起成你写讲内底会当大家咧参观。我无感觉讲遐对阮有帮助。蔡议员，我甲你报告啦，拍片的时候以拍片为主啊，非拍片期间我们考虑有开放一些旅游团来参观。大家争取经费没有意见，但没有必要去攻击一个地方。我们那边非常多在拍片的过程，像我们那时候《熟女养成记》带动我们金寮的发展，斯卡罗带动盐水的发展。接下来我们期待可以继续延伸下去。就我所知道，公视前一阵子他们住在军馆，新营的民权路上。其实这些规划文化局应该也都知道，希望可以在这时候做一些回应。那另外我们在针对案子里面在这边提点一下，就是我们排水的工程里面，希望我们整个糖厂的部分，希望可以把它处理到好。我想这个局长应该有跟我们的同仁跟我们会看过，这边在以上做一点注意，谢谢。文化局表示，为伫台南咸水的华莱雅士基地是台湾第一座由中央甲地方合作发展，所以备受重视。嘛，希望成为南台湾专业的雅士基地。不过，议员普遍认为，既然有投资的拍片，应该让民众有机会参观，得到宣传，成为观光打卡的热点。台南新闻管制林盈光采访报道。